另外消息，这电钱到底敢会起？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，目前也未定案，不过一定会考虑到民生甲物价问题。另外是针对工商协进会讲 AI 产业的用电会较伤，政府都要重视用电的问题。王美花是回应讲，会搁详细来评估。经济部自10日开始，连续4天开电价审议工作小组会议。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，目前拢也未定案，也搁等待电价审议委员会讨论。严格展望2024年。AI 产业是大趋势，就惊讲会成做正电的怪兽。工商协进会希望政府爱正视 AI 用电的问题，考虑未来电力配置要安怎调整。那像这个 OpenAI 他们在做训练的阶段，因为资料量非常的大，然后需要运算的非常多，所以这个部分确实用电非常大。那台湾的部分比较偏向后端，相对上是量体是比较少的。世界电价是毋是要起，平均会起偌济？民众甲企业拢真关心。要立委呼吁，唔通伫咧年底进前，连30年拢无调起的水钱也要底起。尽量伫今年年底卖起水价，会使袂？谢谢委员建议，对。我们会把委员的建议这个你可以努力吗？这方面可以努力，这是避免物价整个再上来嘛。是物价上涨就跟那个变了心的女朋友就回不来啊。台水补充说明讲，今年也无要调起水费，但是有立委认为，工业用电要起，民生用电也要起，对一般民众来讲，等于是相同调起。如果你已经涨工业电价，其实就会影响到民生的这个就是消费者的指数了。那未来如果再涨民生电价，那就是等于对他们来讲就是双重涨价。王美花表示，经济部会优先争取政府补助，但是补助金额偌济也未定案。行政院也伫咧试算，严格会甲照顾民生、平均物价等因素拢纳入考虑，尽量甲调起的冲击降到上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